好啦，而家準備會解釋嗰題呢，就係80年盧 Sir 都未出世。哇！呢啲題目盧 Sir 未出世，梗係難啲㗎啦。咁我哋首先做 A 先。咁一般 A 唔係好難嘅，咁我直接做啦。A part 我哋就要望一望啦。前邊嗰個已經算係因式分解過嘅 A 乘以3B 減 C 冇咩好做嘅，反而睇睇後邊嗰個 B 同 C 嘅次序好似唔同咗，個 C 先到 B 喎，咁我哋擺翻靚嘅次序去，將-3B 擺前邊，加 C 擺後邊。嗱咁嘅情況，唔係嗰啲加 C 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呢，好啦，跟住呢，暫時唔好理呢個小朋友住。嗱，跟住呢，我哋會望到嘅就係其實，跟住呢 3B 呢個位置係負數，但係你見到前面係正數嚟過，所以呢，我哋會選擇抽減1出嚟，咁啊 3B 減 C。嗱，你自然會望到嘅就係而家終於佢哋呢有啲共同有嘅因式喎，咁我哋就抽呢個公因式 3B 減 C 抽咗出嚟，剩翻最後呢，剩翻嘅 A 減1，咁啊做數個 A part 㗎啦。好啦，到 B part 啦。好啦，到 B part 要做呢，就真係要背一背恒等式好啲嘅。嗱，你要記得你哋最常用嘅3條恒等式。咁我而家先寫晒嗰3條出嚟先。咁第一條呢，就係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會等於 A 加 B 嘅二次。A 二次減 2AB 加 B 二次呢，就會變咗做 A 減 B 嘅二次，而比較常用嘅就係呢條 A 加 B、A 減 B。好啦，咁而家望一望條題目 B part A 嘅 x 嘅4次減1，相對嚟講最似呢應該就呢條式。咁就提一提大家冇呢條公式㗎，就係 A 二次加 B 二次呢，暫時你哋冇學過點樣因式分解，而實際上呢，係真係對於你哋嚟講冇得因式分解㗎噃。好啦，咁真正嘅 B part 點做呢？睇住啦 ，x 4次減1，我就會覺得佢似上邊打星星嗰條公式嘅，因為我有辦法將佢變成2次減2次。前邊會係啲乜嘢呢？前邊呢，就應該 x 2次嘅2次，就即係 x 4次。後邊乜嘢2次等於1呢？1嘅2次等於1啦。咁所以呢，而家我哋背翻條恒等式，前者加後者乘以前者減後者。嗱，好多人做到呢步以為自己好叻。諗住自己都話好嘢攞到呢度啦，俾1剔啦，係啦，只係攞到1分嘅啫，仲有1分係未攞到嘅，因為再望真啲，前面呢個當然啦，我剛才提咗㗎啦，係冇得因式分解嘅，但係後邊呢個呢，係仲有得做多次因式分解嘅噃。好啦，所以呢 x 2次加1係真係冇得做，但係後邊呢，係仲可以拆多次恒等式 x 加1乘 x 減1嘅，咁嘅情況先真係大功告成攞晒滿分嘅。